今日咧就簡單咁講一講雷米格嘅呢個爆款啦。碳纖維夜光旋轉小惡魔。咁問得最多嘅一個問題咧，就好多朋友佢係睇咗我個圖片或者視頻之後咧，咁佢去進行購買啦。但係到咗手之後咧，佢就會發現咧，佢哋攞到嘅嗰個夜光嘅效果咧，就冇我嘅圖片同埋視頻裏邊嘅咁明顯咧。咁其實主要嘅一個原因咧，就係一般我拍攝嘅時候，為咗將佢最靚嘅效果表現俾你睇，就最佳狀態咧，叫做係咁咧，我哋就會喺一個好漆黑嘅環境，而且拍攝之前咧都會攞一支紫光燈嚟照一照佢嘅。咁如果你都想睇到好似我嘅圖片同埋視頻裏邊咁靚嘅效果嘅時候咧，你都可以試下我呢種方法啦。首先會用個紫光電筒照一照，第二個咧就係揾一個相對比較暗嘅環境嚟到進行一個拍攝。咁比較好嘅地方咧，出片嘅地方咧，一個就係車入邊啦，或者係特別喺停車場裏邊啦。另一個就係你嘅房間啦，或者有啲朋友中意去酒吧啊，係咪比較暗嘅地方咧，個效果都係比較出片嘅。OK。